嗱，朋友們諗住話40零個，想揾一個現樓現證兩房單位，仲要係有埋穿梭巴士返香港，仲要係可以去到山姆會員店嘅。今日我哋就揾到咗啦！嗱，直接上到嚟呢個收樓嘅示範單位呢度，可以見到啦，樓底高咧係有成3米咁高。呢隻積咧就係67平方米嘅2個套房。首先嚟講嘅話，成個廳嘅開間咧入到嚟嘅話係有3米半嘅。嚟，然之後我哋再睇下個廚房。廚房嚟講嘅話係比較骨子，2個人嘅話係冇問題。咁呢個戶型咧最大嘅特點咧係2個套房都係有廁所嘅喎，而且成個窗台位嘅位置啦，全部都係贈送翻俾你嘅，係啦。非常之實用，就唔使話爭廁所。再出嚟望望我哋嘅露台嘅景觀。我哋而家位置咧就喺10樓向東嘅，對面嘅話就係呢個鳳凰山啦，同埋門口嗰個坦洲快線係直駁香港嘅港珠澳大橋嘅。而樓下嘅話就係我哋暑假就會放水嘅泳池。咁啊，如果有興趣嘅話 call 我45個做低佢。Later。這裡好住嗎？住起來很舒服哈。確實很舒服，有很多遊樂設施，還有這個泳池也有。每到夏天的時候，你就可以進去游泳來的。這個不是我教你說的哈。